隊出場，客隊係群青隊，分別有1號張嘉欣、11號羅天心、12號廖永森、14號歐文慧、23號蔣曉琳、24號黃雨琳、35號陳雅文同埋88號金文慧，而群青隊嘅教練係梁令儀。跟住嚟，我介紹主隊，主隊係安邦，分別有1號嘅葉子喬、2號嘅黃子晴、3號嘅林樂彤、4號嘅石海晴、5號嘅李卓珊、6號嘅黎淑儀、7號嘅李敏陽、8號嘅梁子欣、9號嘅周敏、10號嘅呂允琪、11號嘅翁善如、12號嘅魏仲恩，而安邦嘅教練係歐麗清同埋張嘉琪。而為我哋執法嘅裁判就係陳心健先生、趙飛先生同埋黃文佑先生。